面收来的这个平方线都是水泥的。收废品干了这么多年，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啊！看，只有外面的这一圈包的是这样的线，然后这个里面全部都是水泥块。它这个外面都是新的，这个缠绕膜都还缠在上面，然后这个合格证全部都在这个上面。从这个外面你根本就看不出来，它这个里面是水泥块。这个重量就是跟6平方的真的重量都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且每一卷的重量都是一样的。这个铜就这前面就这一节，到这里看，这里还是接的。就这前面这一节，这里是铜的，这个里面的这个都是空皮子了，这个一卷就这么一点点铜，然后剩下的里面这个全部都是水泥块。生产厂家线的多少平方规格都写的清清楚楚的，就是你从表面上面看上去，它就跟真的平方线是完全一模一样的。以前我是听同行讲过，像这种平方线里面有包水泥的，今天还真的被我给遇上了啊！他当时来卖的时候呢，我说打开看一下嘛，他不让拆，我当时确实就有点怀疑了。没想到这几卷里面确实都是水泥的。你们在收这种平方线的时候，如果说他不给打开，不给剪断，那你就要注意了。还有就是一定不要贪便宜去收，现在钱不好挣，一旦看走眼了，这个赔的就不少。不止这一种，就是平方线里面包水泥，还有像吊包的，还有像那个铜棒里面是不锈钢的那一种，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。防不胜防啊！今天这个就当交了个学费，给大家都出了个视频，你们以后在收货的时候真的要提高警惕了。